生像一條好長的歌尾，有喜有樂，有感動有快樂。人生也像一本書，有思想有道理。人生更像蘑菇，一晒風采，釀出金色的大地，來睇暗香風華，感受一點的人生故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玲，歡迎收看《暗香風華》。唔知大家還記得冇？八仙城堡、高雄氣爆、美濃大地震，也2-3年呢，也幾件巨大嘅重大意外呢，俾我哋呢台灣人啊感覺到真驚我相信大家一定記得睇新聞地度嘅呢，我哋會看到有作等藍色甲嘅救護人員喺現場。睇天數睇救人，有啲人呢，睇現場呢，盡量將傷害呢減到最大。今晡日，我哋特別邀請到聯絡消防分隊嘅邱文田邱大哥來到節目現場。邱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聯絡的邱文田，多謝大家。大哥，歡迎。我哋大哥，唔過從有幾多身份呢？係啊，有做社區發展，有樂齡學院，有還有做義消。其實我嘅本業係本業佢幼兒園、幼稚園、園長、做教育嘅。教育。咁當時讓我們都講愛來做志工咯。也做志工因為我哋長期睇我哋聯絡鄉，睇生活。因為呢，我哋睇長期睇一隻經營我哋教育事業。睇下上到講有限迄種有一還有一力量來同我哋嘅社區來盡一份力量。嗰下呢，如果看到我哋社區呢，有嘅環保志工。每禮拜六呢，如果出來掃地，哎呀，一大早都出來掃地啦。那可能好多擺，那可能好多擺呢，我都同當時我哋村長講我哋係咩可以來加入也社區來同社區來天數盡一份力量，我哋社區嘅志工。但係呢批以後呢，睇我哋社區做嘅差唔多有8年嘅總幹事8年總幹事，當然嘅地位呢，我哋影響共用嘅同嘅我哋社區呢做得不好，一地位呢都好多我哋主持人講嘅，我哋要參加嘅樂齡學院、關懷據點，都更加還繼續嚟做，民國差唔多90年嘅時間呢，我哋聯絡嘅消防處成立。第二個都好睇，我哋嘅幼稚園嘅對面，嗰時候呢，因為喺成立嘅時呢，要招募我哋嘅義消，義消，錯。因為呢演員呢，我要嚟幹乜嘢咧？我哋聯絡消防處嘅義消，第一帶呢要帶8年，要睇做嘅8年嘅幹事對人，做到幹事，後輩呢因為。剛剛講呢，也義消他個義消嘅觀念是講緊救災，因為呢，今日是我哋消防局噶，底下睇民國98年嘅時間呢，有睇招募我哋鳳凰志工，當時很多鳳凰志工啦，更加很多已經整編講救護義消嘅，因為做乜參加呀個鳳凰志工呢？因為鳳凰志工他個所啲嘅都去救護。但是要救護嘅範圍侵犯，好個多清多多。因為我本身係經營幼稚園嘅，更加幼兒園，因為有14年也都如果出喪啦嘛嘅，咁當然我哋都因為我哋可以即刻救人，又可以救病人，都因為我哋嘅因素呢，要再加入我哋嘅鳳凰志工嘅項目。等下睇過。也記嘅項有18分多清楚咧，義消、消防隊員，又還有鳳凰志工，
嘿，甲先讲医疗，因为大部分人有谈啊，医疗啊，同个消防队吼，伊哋咧任务有冇个冇共用哈？好，讲到遐个医疗，喺因为讲医疗係算个安尼一个自工义工的一个组织，哈，也如来探索，因为安尼更加消防队的本身的人员啦，吼，唔係真足，為了彌補也人員的不足呢，嗰時候呢，因的招募安尼醫療的加入，同意安尼本身呢，嘅消防隊員呢，消防隊來探索，啊，來共同的呢，來維護啊，來維護安尼家人的安全啊，嗰時候呢，伊也咪咧分水嶺地區呢，如果有咧醫療的組織，啊是講。唔但韓上是有這家工作噶，有這家社頭去做。假使講真是有讀到火神沃去嘅呀，人打天發去嘅，叫了就走，是這樣嗎？也有一點有啲機制啦，因為當時啊，係因為發生火災事件，好，我哋嘅值班台也就經受學長咧，我學姐咧，因為我打天發，嚇，更加消防局咧有呢個簡訊，我同你講那家發生火災嘅，都請我嚟去。但是呢，我哋底下呢有發咧有一啲發展到個迅速嘅，都喊到一呼百應。一呼百應都同中華電信公司呢出價去做嘅呢，我只要有火災發生的時間，我哋都用一呼百應，一下每個人都同步可以接收，都出價去到火災現場，可以一人有時間的人馬上都去，縮短那個聯絡的時間啦，搶救一個時機啊，時間。原來都會安尼差別吼。咁你講起來，主要消防隊嘅業務都係講火災屋嘅時間。唔過我哋地吼更加有啲人吼。看到沙果啊，路卡有沙果，打電話哦，我唔得來攞沙果哦。其實也嘅咁係消防隊嘅工作。也應該講，我哋消防隊地位應該就喊到一項目，喊到為民服務啦。其實這個範圍就很大。係，也為民服務嘅範圍也侵犯。因為我攞沙果。你有副台風，你有咩位，叫咩位，叫位一定，一度全部都會有，增加咧我哋嗰度消防隊員嘅責任啦，但是呢，更加慢慢嘅啊，有啲人事啊，好多分批本，一定其他政府機關一起負責，係安尼呢，可以幫我哋嘅消防隊員嘅嘅專心的針對火災任務啊，可以減大。更加要專責，專責從係亂。講到火災屋吼，我記得有一擺我哋隔壁鄰山，嘅天保呀，天保，插頭毛棒啊，電線走火，嘅時間咱收到安尼一啲厝誒，大家人嚇個會死誒，等安尼現場去看到嗰種真是個大嘅安尼火災屋，咁我哋是講啦吼，預防勝於。後面的補救啦，哈，有一些講我哋看到講，我哋真是讀到火災屋嘅時間，步驟啦，要注意嘅事情啦，講我哋嘅觀眾朋友，而且我哋主持人哈，一般來講哈，路卡經常會發生嘅呀，哈，都係我哋老人家，他們老人家喺路卡煮東西。天標係，像亞視啦，冇天保嘅頭都之前講嘅，煮到燒係發現冇都講火燒屋，嚇，像我哋有一擺，度過路安尼，我哋值班台都講火警警報，我哋去接多時間咧，我哋都夾個嘅消防車、救護車趕過去，結果呢到現場嘅時節啦，都有啲老人家喺煮東西，煮到呢講天標係咧。個米絲都煮出來，個火燒個呢燒火來的米絲，結果隔壁鄰舍批到，批到時間呢，攞來報警，攞來報119，打119啦。我哋去嘅時間，個老人家呢，晚上唔得講，如果過去，如果你批啊，那也天保呀，對啦，我哋講做唔得你批哦，我哋個危險哦，我哋如果冇你批，我哋你批啦，先去從去處理迄個去。第一隻，我哋要強調，如果記得，像喺路卡呢，我哋要提倡睇人啥，老人家，尤其係老人家，
哈。各位听兵系啦。错，喺煮东西的时间要注意牙齿。好，添薄的喺煮饭的时间有没有注意？可能嘅天鲜熟呢，有落很毛，有浮很毛，也如果重要。台风来的时间，有没有注意？也特别如果注意的哟。系哦，像我路卡吼，有一站诶，佢按补头啊，叫我敬佩，佢讲乜嘅事情咯，出去一看啊，那个老辈天火厨的啊，当空可能有水啊，走火，那讲到吼很慌嘛，因为大部分人遇到安尼情况的时间就是慌乱啊。嗰种像我们泰国讲吼，假使讲安尼真是很不小心、不幸，真的遇到了安尼种状况哈啊，要注意嘛个事情，比如说安尼真是温度真是烧起来呀，我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按用的走，比如说大楼跟平房可能有莫同样嘛哈。一般来讲，迄种路卡啊吼，有发生火灾，好，咁唔要看火灾样式咯。迄种讲可以的话，喺安全的范围地带，唔可以同中开关啊去切起，吼，迄种万一讲，也个中开关啊，喺烧的路冇行进去呢，吼，如果用人类去行起啊，好个安全的地方，好，加个打119，好，那当然。迄种讲喺119的时间来多的时间啦，哈，伊呢去讲，我请个天力公司的人啊，来去切天，来切天，天呢，伊呢要先保护自家安全，切都冇睇枪广告，我用去做嘛嘅，一啲来保护自家。了解，好，头先我哋同泰国呢讲到一条防灾的讯息哈，意犹未尽哈。我哋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還有好多問題想我來了解，我來問一下邱太哥，我哋等一下回來。結果啊，嗬，你看你合作一下，因為隔壁啊，嗬，差唔多有8個幾嘅嘅牙齒痛。牙齒痛？也唔係奈落嘅牙齒痛嘅啦。都病啊，睇嘅。錯，都病睇神嘅。因為你迄手都幾容易啊，嗬。爆炸。嘅叫做種炸彈用嘅，而家都個機。分享回來暗鄉方法，今日個難得請到邱太哥，我有幾多問題想問伊哈。邱太哥，頭都有講到嘅火石禍嘅哈，有印象底背讓你很難忘的、深刻的火災的救災的經驗嗎？哦，有，因為我哋之前啊，應該是3年前，3年前，如果到睇我哋嘅消防隊嘅前面啊，佢有啲納骨塔。那個塔嘅片咧，都人人看到用烏煙啊，啊燒到暗到烏煙，我哋睇咧都專業判斷都講有火石喎，但是有火石嘛，因為伊係烏煙，伊睇唔係燒嘅嘢橡膠哈，如果燒其他嘅呢，唔係一般平常嗰啲樹位啊定嗰啲東西，啊燒青太陽，啊我哋睇時間咧啊，如因為安尼嗰種專業片用啦，體力安尼愈先起啦，先去查可能先情況用啦，因為人嘛冇通知，嘛冇通知，安尼可能都同另外嘅兄弟去到現場吼，伊可能先哦，嘅烏煙吼，真多真靚，真係烏煙，啊安尼想伊可能時間啦，啊，譬如講你個刺鼻嘅味，伊想那個夜天係受嘅化學嘅東西。你咁危險呢？等到一段時間咧，陸陸續續咧，我哋嘅消防查落嚟，好，我哋要你看，我哋都拉水線啦，係啊，因為我哋底下吼都上公司可能抹嘅東西啦，萬無裝備啊，等於查萬無咯，我哋萬無嘅，我哋都先去看，錯。結果咧，而家後尾燒抹嘅咧，燒嘅泡棉，泡棉哦，係以後尾啊，吼，係一啲。類似嘅資源回收廠用嘅，天平上跟門啊底杯，他們天平上門底杯會有泡棉咧，隔熱保溫的，結果伊個都種成風去啦，
社会迄个跟浓烟呛鼻啊，跟全部都有土啦，都唔掂，真是都唔掂。哦，啊结果呢，俺哋喺度社會那個兄弟呢，以前兄弟俺哋都來打火咯，哈，要總體總火來打火咯，哦，清理火場嗰度，結果啊，哈，你看咧合作一下，因為隔壁啊，哈，差唔多有8個幾嘅嘅你牙齒痛，啊，牙齒痛，也唔係那度嘅牙齒痛。都病啊，提嘅。嘿，錯，都病提神嘿。一般都卡也唔可以講病按度提嘅備用啊。哦，佢真危險。因為你迄燒到幾樣去啊，吼。爆炸。哦，佢叫做種炸彈用，而家都冇幾樣，係啊。我起幾嘛。係啊，嗰所以呢，我哋附近呢個消防車啊，吼，種來，來迄個指引，來同野火嚟做咩喺度做，係啊，也都同大家講一下，吼，因為而家嗰度我哋嘅指引回收廠，吼。有咩嗰段呢？有乜悶燒？錯，係有咩悶燒？也有咩平常嚇，也有乜發生咯？也嗰時也注意啊方面的安全。剛才講印象嗰層嘛哈，那次剛才有讀過講自己真的遇到危險的嘛？在救災的過程中一般來講，我哋做醫生啊，嚇，我哋觀念當講本我哋教育我哋體力要保護自家安全啦，嚇，唔好本自家體危險嘅環境之內。嚇，嗰時我哋醫生體力我哋差唔多，我哋大部分做天醫線，嚇，天醫線係我哋建設嘅，嚇，因為因哋個專門個專業，係，嗰所以因哋體力我睇天醫線從。啊，我哋天醫線呢都綁水，除非講你營養不足嘅時間呢，我哋會去止養，係。咁當然也嗰度嘅你裝皮啊，嚇，因哋建設嘅部分啊，嚇，因哋個頑皮啦，係個頑皮啦，啊，我哋都他們做止養嘅嘅任務，係。因為條東有講到講嚇，我去學校呀做宣導，因為像我哋更加底下講，災難發生嘅時候，誰呢？其實是應該講最危險的啦，因為他們的救災知識比較不足啦，哈。啊，去做宣導，像我哋而家有921國家防災日嘛，哈，學校要做宣導啊，大家要演練呐。加上我哋等去到學校啊，對小朋友做宣導，有沒有發生一些有趣的或者他們一些提問的問題呀？那過程中。有沒有比較有趣一點的故事啊？也有啦，因為我哋嘅大部分我哋會用就近嘅角色啊，嚇，去做防火宣導。咁用等幼稚園，這個幼稚園呢，也是有做這個宣導。有，我哋想講，我哋消防處有規定，半年啦，嚇，所以咧，他們都組合訓練。要組合訓練呢，如意思講呢，要訓練我哋消防隊員從醫生呢，嘅臨機應變呢嘅能力。嗰時如果先從學校嘅，也工廠嘅，也公司，嚇，我睇見呢有消防編組嘅，嚇，我完成消防編組嘅，如果做也消防編組嘅消防演練，嚇，咁當然都實際去模擬啦，嚇，我哋實際萬一發生火災嘅時間，啊，人家消防栓，人家水，我用我哋講救，係一全部都會有。啊，當然我哋迄種睇決勝選圖嘅時間，我本決勝啦，嚇，一定最好上下來體驗一下，嚇，灑水啦，無如講呢，我哋水冰橫度啦，嚇，無如講不如睇濃煙底波呀，嚇，有那個環境，有啲濃煙製造機，不如你環境，不如你講，睇模擬講，萬一講火災時間，睇人導演底波呢，我用逃生，也就做人哋模擬，不如你去搞。真是哈，就是這種演練最重要，而且要落實。嘿，假使公路槍啊，應付一下，做一下，真是遇到問題的時間，冇辦法救這個哈。嘿，咁當然，也對誰啊，玩誰要去宣傳。對你關係也關係。啊，頭先有講到講嘅鳳凰志工，鳳凰志工又是不一樣的領域，係咪？用嚟講啊。有鳳凰志工，可能我哋嘅消防隊嘅幕啊，是浴火鳳凰，叫做鳳凰，鳳凰，啊鳳凰志工做嘛嘅呢？因為我哋組織啦，哈，以消防處嘅組織啦，有分為婦女宣導隊，講我哋救災義消，啊金錢啊，他們都把另外一個鳳凰志工，但是更加呢對於我哋更加整編為救護。
象，也都转折。像我哋睇攞去救护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有啲着落嘅蓝色的背心嘛，还有背如果写的 EMT，也都伊个 EMT 的意思呢，伊都係緊急救護員。哎呀，緊急救護員係咪？喺到院前都一樣的前面有啲區塊，你等人哋緊急救護員有做嘅。啊，人哋緊急救護員呢有分等級，啊，有啲初級、中級跟高級。古說我哋話考試，我考試，我訓練哦，也唔係普通講可以講，係叫語言牽扯嘅範圍清廣，直接面對人的生命，錯，也有牽扯到法律嘅層面。像我哋初級很多 T1，T1 也都初級，而家差唔多有68點鐘嘅訓練，考試過後呢有一個證照分，聽嘢很多中級叫 T2，然後 T2啊有個過去未哦，有168小時嘅訓練，扎實的訓練，啊，我去醫院嘅急診室實習，啊，中級就要去實習，要包括我，所以你也去實習過，錯，我係 T2，哦，你現在目前到 T2，加有看到急診室，一聽過一道故事可以看到。哦，啊，你當然係平常時，我哋去做救護車，一天送到我哋醫院嘅急診室，也一天，不管啦，唔係講去哪家嘅，去咧救護車定去急診室。嗰種唔定會停救護車。嘿，我哋會停救護車去急診室，也如一天咧，所以一方面咧話，因為一方面。要靠到一證照以後，唔能有也權利去救人，啊也要受到我哋法律嘅保障，保障。哦，咁呢，做緊急救護員嘅過程，點會看到幾多故事吼？千多，同我哋分享幾個好冇？咁當然，看到嗰度生離死別啦，吼，我哋不是啊，吼，如果同死神拔河，錯。因為那種睇電視嗰度看到個歐卡，歐卡都意思講冇心跳冇呼吸，冇心跳冇呼吸嘅時候，你其他要用咯急救是先會 CPR 加 AED，嗰種人哋更加因推廣，他家全面嚟學 CPR 跟 AED，都會因為講睇嘅時間，發現到也你冇心跳呼吸嘅時間。唔替了自救，等到救護車報案，救護車到來時，最少5到10分鐘。嘅時間都高誒，都可能。嗰時候係分享伊咧，如講，我哋不是啊，去到嘅我哋嘅救護現場嘅時間啦，我哋替咧我哋會評估講，現場我安全冇，都頭都講話，唔單止講本天都會。咁我看現場有安全冇啊？冇嗌喺度救護，嗌替咧同埋去你邊那個係很多受害者，嗰時候我哋評估現場是否安全安全的時間，我哋都評估也患者，也患者也嘅意識形態用嘅去，起碼嘅我哋當然會問身體嘅家屬，急救嘅時間嘅當然我哋有時喺種講。去救過來嘅，也都功德一件。係哦，係啊，按迄種講冇，咁當然我哋都感覺個可惜，個可惜啊，咁也都我哋嘅睇救護嘅時間嘅心情轉折很多啦。走。我哋聽邱太講分享，伊能講到一個故事嘅呢，我相信伊還有幾多故事可以講。我哋休息一下，等下回來。那種獨斷的情形啊，你有咧國際救難電話，國際救難叫112，伊個底部都會有語音，你聽到嘅語音係錄音操，你聽到錄音嘛，去聽到去操作，安尼如果可以得到嘅救援啦。
方法。邱太哥，我哋唔等做志工啊，几乎是随传随到。有时间连安布条路去听书救人，知道吗？有读过安尼安布条啊，去听书的那经验嘛？有。真多啦，我会分享一点吼。因为一般来讲，迄种有火灾，安尼救护车一定要出去，强啊出去。假如讲现场啊，吼，有人出伤，无伤亡的时间，安尼可以处理。吼，甲我更加分享的，讲，有一摆，顾问的个朋友啊，伊呢视察出去，吼。所以当然工作啦，因为迄个礼仪公司的啦，吼，甲当然因为如果出去散访啊，吼，去接伊个 case，结果呢，迄散访摕来伊，落伊的一家个部落啊，吼，去，结果因为对个体型啊不熟，结果因为用卫星导航，结果卫星导航呢？卫星导航唔是导航多耐啦，结果好多点钟又无打电话，打电话无通，又无回报，嗰度紧张诶，吼，啊到差不多连南头6点嘅时间，还无联络到，吼，甲当然调卡都紧张了，那紧张加下，你叫先打119先报案，吼，结果到暗暝啊8、9点还无法度嘅，无签多人，也无回报，吼，也时间呢，安尼入去听书，吼，甲当然也时间，伊个附近那个消防队，分驻所，有派人，去散访去请，结果安尼又要去听书，结果去听书因为亲暗的，也真危险，真危险，好彩呢，安尼啊，消防分队个小队长啊，伊个原住民嘛，按过伊分驻长的个派出所的副主管，有没有演出？伊就带伊的猎人，因为猎人，比如在山都的打猎啊，因为个不熟，你上面人去顺，去请，安尼你摕个嘛个啊，摕派出所个待命，结果真是个5000天也对啦，全部都谈唔到，到1多点嘞。请到凌晨2点半，让请到，现在请到呢，使得河床嘅导引到河床那边已经抹天抹油，抹天抹油，抹天抹油，你摕个灯，你摕灯，好彩本俺那个猎人啊，同俺那个中国的警校学长也等来，同个派出所副所长请到，你带出来，带到可以给无线电通讯的地方时，都回报讲啊，人员找到，平安。带过来的时间已经3点了，凌晨3点，呀，所以呢，也了讲嘛呢，迄种体力吼，迄魔术的体力啊，贸然的去，到好彩也摆是平安啦，平安也无挫伤，完全部是平安，万一讲，迄种讲人家司机的打唔同。也没有讯号，没讯号是他爸会堵到安尼情况。咁我用呢？用的喏。迄种堵到安尼情形啊，你有咧国际救难电话。国际救难叫112。112，要他打个机会。因为用呢，人家司机迄有天，人家司机迄有天，唔计无讯号轮盘，你个112啊，伊计如国际台，国际台伊计底部如果有语音。你聽到嘅語言係錄音操，你話人錄音嘛，去團隊去操作，安尼如果可以得到嘅救援啦，112，個重要呢，會記得咯，一個比119拍個重要，要萬一講唔係中國嘅山都嘅啦，無法度聯絡到時間幾多112，人家司機有天哦，有天，冇天咩冇好，係啊，咁呢，睇講做安救嘅志工吼，安尼救災的過程有獨斷呢，看到即個如果個通常嘅安尼畫面，有陣個唔判得啊，安尼。不是，如果有看到安尼啦，係分享一啲印象深刻的。有，安尼有一擺呢，接到嘅出勤熱度嘅時候去救護嘅，安尼到他現場嘅時間，
都看到一台拖拉机啦，讲嗰个清安车，调查，结果呢，个老板又讲个有啲面咧提啦，面咧提，啊，我哋去当初去看的时间，去看的时间呢，已经冇透气嘅，没有心跳呼吸，已经欧卡，那个专业术语，欧卡，没有心跳呼吸，不也这个查也看唔到，不也这个查看唔到，按事后话我哋去嚟处理，因为伊迄种当场迄欧卡嘅无法度的时间，我问家属来处理嘅，我通知家属来处理，我警察来处理嘅，但系都无法度做。人哋无法度救嘅嘛，啊，事后人提讲，伊人去做 CT 上面，卢卡呢因为量的生人呢，伊本身就单亲，自家照顾生人呢，错，嗰种我哋谈到安尼真是也嗰可怜嗰可惜。喺聯絡嘅鄉親咩咯？有時甲別狀嘅，係甲別狀嘅。有宿舍冇咯？冇宿舍。冇宿舍。佢有讀過唔知個宿舍人呢？有救到宿舍人嘅冇？救到宿舍人重度嘅人啊，你。甲別連沙是有啲睇人哋重度嘅地位啦，嚇。伊啲老人家啦。伊咧老人家啦，老人家時間呢，因為伊家屬來報案嘅時間講面咧睇都唔可以痛，也唔啲樣嘅。我哋去到現場嘅時間呢，我哋嚟看，伊看了下，哎呦，伊四百幾碼嘅，雖然冇心跳呼吸，冇心跳呼吸，我哋馬上。你是做個 CPR 心肺复苏術，心肺复蘇術，有提嘅去用三掛電擊器，AED， 係來去急救，來急救。但是伊急救呢，急救係人哋因提做個 CPR，後來呢，有心跳呼吸嘅有心跳呼吸嘅，有救放起來，有救放起來。咁當然救放起來時，人哋馬上呢，攞去送去醫院嚟去，沿途呢，人哋攞去評估，好彩一擺呢有救放起來，有救放起來，對時那個疏放呢，去綁放起來。都重度嘅人都操嘅。係重度嘅人。咁你看到以後來，你好嘅時間，等到嗰歡喜嗬。咁當然，你天呢，你救上伊人個歡喜啦，因為你種人哋從事救護嘅行業嗬。本身都係同人救放起來啊！真是都功德一件啊！咁你有個貼配的救災經驗嗎？我講有裡面有談過講有一些有談過講替代役啊，一定喺救護車上有幫忙接生啊，你有讀過安尼事情嗎？哦，我本身我冇讀過，但是我哋同事也得哈，我哋同事職工啊哈，因為本身喺平同事呢，平同事有一方面咧，有方面嘅經驗有，也都一樣咧，因為個生人咧，個婦人家、孕婦啦，而家羊水破裂，羊水破裂時間，婦唔產3更半夜啊！檢查也冇嘅，如果唔齊，你給他打119，我哋子宮咧，我哋醫療兄弟咧，也見小兄弟都過去，都過去，結果咧，我送去到醫院嘅金錢啦，送去到醫院嘅金錢啦，嗰啲生人想出來啊，你睇查房接生，因為接生我哋有學，我哋睇訓練嘅時間有訓練過，嗰陣你查房咧，有順利嘅接生出來。有時接生出來，都迎接呀小生命。你個貼片呢？嗰時也有咩啲喜事一件。也是呢，喜事一件就。咁條到我哋分享嘅大部分都係單一事件，係國人呢，係你救國人呢。咁泰國有參與過呢國泰型嘅災難現場。有，係經驗地位有兩個啦伊咧係。他甲個清楚嘅8八風災，天意嘅係台南大地震，台南大地震也最嚴重嘅台南。印象深刻。係印象非常嘅深刻。因為咧，我第時間啦，我記得嗰下凌晨3、4點嘅時間，我聽，我哋一片嘅醫特，就特搜大隊咧，都去台南嗰個台體同嗰個現場。到現場嘅時間啦，因為現場咱只有
算天一对嘿。啊，俺哋迄个时间咧，装批啊，就咧，俺哋遐啲特殊的啊，特殊的也就兄弟啊，不同装批啊都定点，都定点就开始呢，如去如去了解，也睇同伊多的嘅结果也用嘅去吼，他有个了解以后呢，如入去救灾，哎呦，救到，有，睇地波也吼，最印象最深的。小女孩啦，结果呢，因为伊个大楼倒下落去时间，因为而家唔是讲伊啊个结果用，有烫到伤，结果呢，伊个拄到烫的时间呢，拄到睇个水泥墙带下，水泥个空隙的清晰，清晰时间伊迄用个大型机具睇钻的时间，电钻去钻的，假讲哦，我手会都也死。所以呢，因为最感动的用徒手提挖，用接龙的，我都唔可以用的，现在我唔开错，最后呢，你喺挖时间，就看到死人的晚上，一真的是希望嘅啦，最主要是讲，一到提也过程中啊，真是也讲过辛苦啦。唔免讲用机器等待的那个过程，因为对讲同个时间提拉锯上系把握，那时间把握。我说你讲你同个你生命救亡的时间，情感痛，真是情感痛。哎呀，也听下你哋救灾的时间，真是一种的情态，印象深刻的哈。唐兄太哥哈分享安感人的故事哈。真是我就觉得很激动哈，我起鸡麻皮哈。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听再倒转来，同邱太哥分享各度的故事。对个用个捕蛇器哈，同个沙锅夹出来的时间哈，声音呢哇哇叫哦，可能性安太条沙锅。当然也是提安全的范围之内，我提介绍讲也沙锅的特征，唔看到也时间，我用来处理，唔好拿石头去接，唔好去靠近。分享归来暗乡风法，邱太哥，头头讲安多故事哈，我想要了解讲，像安尼不是出任务啊，我去到安尼就是危险的场所，你都要去救灾，那陆卡人支持吗？一定要讲到也哈，一般迄种安尼来做志工的哈，尤其迄医校，人家讲救护医校啦。每摆出了春任务，陆卡人当然会少，会担心。当然安尼我讲替代，因为安尼咧苏训也就会讲替代，反正不管出乜个任务，替代保护自家，唔好分自家呢，如陷于啲危险的当中，安尼如失去意义。嗰时候安尼替代，安尼替代要保护自家。也都最重要的，当然因为陆卡人会担心嘛，会sợ。嗰陣人哋睇到春任務之前咧，我同陸卡人講，去春任務春乜嘅任務都太牽長嘅時間，一種有限嘅時間，有空檔嘅時間可以我保平啊。咁當然全部總結束嘅，結束嘅人哋會同陸卡人嚟保平，我哋結束嘅用嘅去同陸卡人關係啦。真的很热心哦，因为我们讲有时间，我哋睇人才会讲，我哋讲，喺路上吼看到人放倒咁样嘅吼，唔好凊彩去救人哦，唔好本人来哦，有安尼经验哦。有，但是呢，我哋吼可能有受过训练，比如讲有一种嘅，算讲热心啦，因为我哋查地波呀吼，如果有啲救护背包。如果你救护背包，随时
唔睇视察也好，也講平常時看到迄種講有發生查禍，幾乎查完無耐時間，你都可以先初步去做處置。那當然，有的很唔舒嘅，可能睇的要注意講吼，因為家人會來年啊，會用嘅啊，講唔開眼呢。咁當然我哋會想講，迄種身後有人嘅話，作證我哋都係啊，我哋都會聽書啦。我會聽書啦，因為我分享伊咧吼，有一擺視察，睇廠子，睇廠子，試到一半咧，都看到佢哋發生查禍，發生查禍用嘅，看到佢哋人面咧睇路神頭，都要落雨，都要落雨吼，別人講救護車還冇來，人發生到應該發生到冇救，查都點好來，有人伊過去。我哋當然睇到我哋表明我哋身份啦，我哋表明講我哋係救護人員嘛，當然，身後你都睇檢查，我哋迄時看到伊也輸腳啊，嚴重骨折，咁當然我哋睇到我哋挺歡喜，我哋注意下嘅意識，有嘅無清楚，或者有可以提講法，前提做我哋講初步評估。有那有錯送咧，伊個無真做一個有問題，用機器，我哋可以做初步的處理，可以做初步處理。一般來講，迄種督導，我哋應急的事情的時間，我哋絕對睇的，注意講唔好去移動現場，不要移動現場，避免二次傷害。有的人講我本查中毒我用給佢曬，但是有時會犯了大忌。變成二次傷害。係啊，因為我哋講有啲人吼，救嘅人日本人來，安尼嗰種，好心被雷擊。而家政府是有啲規定啦，唔係總講去急救，為了救人急救，嚇，唔係講唔師傅嘅嘛嘅法律要責任啦，因為唔係救人嘛，嚇，唔係救人，所以。更加呢個觀念嘛，有改，尤其我哋更加去推我哋全民 CPR、心肺復甦術同傻瓜電擊器、AED 係，更加睇各大嘅場所、公共場所都會設立。嗰時我哋希望大家啦來向下來學習啦。救自家救人啊！自救也救人啊！係啊，嗰時我哋睇社區裡邊有咩推廣一道。同老人家有咩睇學啊？老人家咩學呢？因為老人家幾多意外啦，更多啦，要更多，佢都要用哈姆立克，幾多愛學嘅呢？有睇過。真多。咁像我哋做嘢呢，救護志工作為安救你還是很有熱情，談述給你，要讀到安多事情對你的生命有沒有什麼影響？生命觀啊，看到安多生離死別啦，對你生命來講有乜嘅影響？有多少類嘅影響啦？睇到我哋最深刻嘅影響係乜嘢？因為睇到健康最重要。健康第一。健康，因為當初我加入我哋救護義消，最主要係嘅係講愛媽媽。我媽媽呢，已經往生了，往生了。但是當時伊往生的時候，我哋冇睇現場，也唔地用嘅，之後呢，我因為我係急死，急死。嗰所以呢，我哋佢又講，唔係當場第一時間有人睇，去救嘅話，佢救空起來，佢唔救空起來，都係冇。嗰所以呢，因為我媽媽安尼情況呢，嗰所以我感觸個深啦。嗰種我哋希望講大家有限嘅時間來學習CPR、心肺復甦術，同埋 AED 三花電擊器，反而講，如果你係有讀到安尼狀況嘅時間，可以即刻施救，可以即刻施救啦。當然也本也傷害啦，感到最大。咁你看到安多嘅故事啊，有去救體痛嘅啦，有救火受禍嘅呀，對唔對？看到安多以後，你的生命觀有什麼變化嗎？要及時行樂啦，有啲人你會講要及時行樂啦，除了我哋都講健康第一之外，有冇嘅感動？有。
一摆哈，如果去俺那个急诊室，因为俺的救护车贴了去急诊室，嗰陣喺急診室地方可以看到嗰度中嘅嘅緊急救護也講伊嘅生離死別嘅狀況。咁當然俺哋睇擺看到嘅時間，俺哋心都會希望會想，但是看到俺度邊已經調試過啦。調試過時間，咁當然俺哋除了講救也為人以外，也家屬，俺哋也會對你安撫，錯對你講好也用冇緊張，嘅心理支持。冇俾你講太緊張啊，因為有時當然家長嘅個心情嚇，家屬嘅心情我哋了解，有時難免會有情緒，嗰種我哋要咩講，要啲咧講容易調試，咁當然最主要我哋自家本身嘅專業嘅能力，我哋做到耐，做到耐幫家屬啊可以安心信任，錯。你們對他們來說也算是救命的人呢，哈，救命呢，差唔多安尼。嗰種人嚟講，因為我本身係做幼稚園嘅，嚇幼兒園嘅，嗰種人對平常我哋生意嘅宣導，講我哋去對生意嘅安全方面，要特別注意，最起碼有咧保障啊，有咧保障啊，保障。我哋喺做醫社嘅時間嗬，有時我哋會去扭沙果，扭沙果，尤其係熱天嘅時間啦，嗬，最多沙果出來，啊，咁都為民服務啦，嗬，啊，扭沙果咧，最碟我扭到係乜嘢？旁歸沙，就是眼鏡蛇，啊，冇到雨傘機，反身邊，反身邊，錯，而且我扭到嘅咧，一樣咯，咁當然我哋。扭到時間咧，會變咗係龍嘅地板，你變咗龍嘅地板咧，到嗬，有時咧，我同一條嘅沙果咧，用我咧，帶落去幼稚園，一到我哋嘅幼兒園地板咧，機會教育。本身佢哋認識一個沙果。因為也不是我睇我哋喺啲虎圈咧，有個虎圈啊，我數出來。因為鄉下嘛，嗬，嗰度錯啦。嗰所以咧，一出來時間咧。我哋喺中國生意咧多到嘅，我哋教育用嘅，用嚟去預防，有生意咧因為千歡喜哦，因為對個用個捕蛇器同個沙果夾出來嘅時間生意咧哇哇叫可能先按太條沙果，哎呀，有生意咧會講哇，好喜歡，好可愛，以為你冇，他們是。尖叫啦，尖叫啦！當然也是睇安全的範圍，我同你介紹講也沙果嘅特徵，你看到也時間，唔可以用去處理，唔好拿濕條尖，唔可以靠近，要加開同他人講，冇得打119。我確定咯，冇必數這回哦。所以一方面嘟嘟好呢，我哋可以拿嚟做教材。你規劃哈，很有意義呢，哈，觀眾朋友，我哋今日個難得，也幾歡喜有請到邱大哥來同我哋分享安道嘅故事哈。第一呢，我來呼籲觀眾朋友，唔係有興趣想去救人嘅呢，歡迎加入志工嘅行列。也要請大家呢，唔好浪費我哋嘅社會資源。有時間呢，真是需要嘅人呢，我用嘅時間又用唔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對救護人員呢，多一點包容，多一點尊重，唔好講一點態度不好啦，對他們怒罵啦，拳打腳踢你真是該冇也希望大家共下來學習AED，還有呢CPR 來救人，也可以救自家。今日真是該歡喜，邱大哥，多謝來到節目現場，多謝主持人，謝謝，多謝。觀眾朋友，多謝收看《暗鄉風法》，我哋下次見哦。台灣係一個不時發生天同風災嘅所在，故所用嚟保護自家同路卡人嘅生命安全，有一定重要。今日邱大哥講我哋地帶用嚟保護救人嘅方法，而講嘅幾條救難過程地背發生嘅故事，也提醒我。愛珍惜同路卡人同朋友相處嘅時間，因為我哋唔愛地聽個日，甚至下一秒會發生某個意外。有想愛講嘅話，就講；想愛做嘅事，就去做。
唔好本自家有 healthy 嘅機會。